喜乐阿嬷，喜乐阿嬷，可怜的囡仔伫冰冷的涂骹咧爬，我向上帝祈祷，哦，我会当为着因做我甚物代志？这本册是财团法人台湾彩虹爱甲生命教育协会出版，写作者是刘清安老师，画者是林宜雄老师。喜乐阿嬷，伫细汉的时，大家拢叫我山狗仔，因为我叫阿山，而且敢若会当亲像狗仔伫涂骹咧爬。伫我5岁时阵破病，连续发烧真悬，大约1礼拜外。对迄当阵仔开始，我的骹就拢无气力，甚至萎缩变形。医生讲，我得着小儿麻痹症，一世人拢袂当阁行路。大多数的时间，我干那会当伫涂骹爬来爬去。厝边囡仔常常缀伫我的后壁大声喊：山狗仔，山狗仔，紧走哦，去甲土仔掠来烘烘咧哦。我毋知影着爱安怎，敢若会若爬，会若跑。迄当阵仔，生活真艰苦，小弟小妹一个接一个出世。偏偏阮老爸种的是山影，毋是拄着酷旱，若无就是风台，山影去互风台收了了，收成一直拢无好。有一日暗时，阮老母甲我讲：阿山啊，厝呢要阁加囡仔咯。恁阿爸和我实在是无法度阁甲来照顾你，阮想要送你去喜乐保育院。听讲遐有真侪甲你相款的囡仔。我的头仔咧咧，一句话也讲袂出来。我坐踮保育院的大门口，看到阿爸阿母渐渐离开的脚趾片影，忍袂住我哭出来。来啊，阿山啊，雄雄有一双大人的手甲我抱起来，我带你去房间，顺续认捌一寡新的朋友。我的目睭热热的，惊讶看到这个青春的面，蓝色的目睭，细细悬悬的鼻仔，和金色甲朴色的头鬃。我毋捌看过亲像安尼的人。大家拢叫我喜乐阿嬷，伊温柔安尼在讲。保育院内面的每一个囡仔拢甲我同款，有一双萎缩变形的骹腿，但是因也甲我真无同款，因为因拢会当徛起来，阁用骹行路。你敢有想要甲因同款？喜乐阿嬷安尼甲我问。我敢有可能？只要你有够勇敢。阿嬷笑笑的对我讲。
我拼命点头。几日后，阿嬷带我去病院，医生为我动骨骼矫正的手术，然后为我的双骹拍石膏。我的骹虽然真痛，毋过我无哭。石膏互我无法度振动，干那会当倒踮眠床顶。阿嬷逐日拢来饲我食饭，甲我拭身躯、换衫仔。伊还佫会讲耶稣的故事互我听。我感觉耶稣真厉害，伊捌互骹歹个含全身躯变碎的人拢徛起来行路。耶稣敢也会互我徛起来是无？我安尼地问。当然会使啊！阿嬷摸我的头讲，只要你愿意相信伊。一个月后，医生甲石膏拆掉，阿嬷请人来为我量制指甲的鞋含管仔，然后我落尾有徛起来哦。可是爱拄管仔刷振动，互指甲鞋拔掉咧的双骹实在是真恶，若无小心就会跋倒。无要紧啦，慢慢仔来。阿嬷无甲我扶咧，伊爱我家己徛起来，因为毋是随时随地拢会当有人会当帮助你。伊安尼讲。迄个阿嬷也介绍我认捌真侪新的朋友，有看目镜的阿姊啊，毋管伫倒位，拢摸一本册，豆仔的声亲像咧弹雷，几若公尺外就听着伊的声。阿米啊，随时毋管伫倒位，拢咧唱歌，只是伊唱的歌，若亲像水池仔内底咧嘎嘎叫的鸭。阿顶仔真爱画图，若假使伫房间找伊袂着，一定通看到伊伫花园底画图。阮逐日斗阵食饭、摒扫、甲佚佗，也做伙去读册。入保育院以前，我一直毋敢想象，家己有一日也会当甲其他的囡仔做伙去学校读册。可是阿嬷毋尔爱阮去读册，佮亲自开车接送阮。恁只是双骹甲别个囡仔无共款，头壳甲因共款是巧的哦。阿嬷总是安尼甲阮讲。除了读册，迄个阿嬷还有特别为着阮安排英文课。每工放学了后，伊拢会伫花园甲阮讲英语，唱英文歌，还会讲好听的故事互阮听。阿嬷常常摕着对美国寄来的批和相片，甲阮讲，伫遥远远远的美国，有真侪教会的朋友用金钱甲祈祷伫关心咱。虽然我无熟悉遐个美国的朋友，毋过心肝底真感谢因。保育院哪来哪济，毋是干那亲像我共款破病的囡仔，
也有狗仔囝。阿嬷只要伫路呢看到可怜的流浪狗，就会摸转来保育院。遐个狗仔拄呾来的时阵，规身躯阿查里落，有个还阁生真严重的皮肤病。毋过阿嬷真细致地照顾因，阮也会斗相共。遐个狗仔伫阿嬷的照顾下面，对阿查里落破病，变成做活泼佮健康，甲阮共款。每年的圣诞节是阮上界欢喜的日子。阮毋但甲房间布置甲诚水，阁伫礼拜堂举办庆祝晚会。大多数的宴堂的家长也会来。阮伫台仔顶演戏、唱诗歌，阁表演才艺。阿凤啊、分品啊、阿姊读册、豆仔弄鼓、阿吉啊的魔术上受欢迎。阮拢表演甲诚赞哦。只有阿米啊唱歌的时，大家必须要忍耐一下啦。圣诞树下面有贴满阿嬷精心准备的礼物。伫晚会结束后，大家就开始排队。阮对阿嬷的手呢，接过礼物的时，拢会甲伊斟一下。阿嬷笑甲诚欢喜，阮也是共款。就安尼，我伫保育院一直住到18岁。迄年我考调大学，必须搬去台北住。离开保育院迄一天，阿嬷爱我去伊的办公室，伊送我一本圣经和一本红毛甘泉。伊讲我是伊心目中的细汉大汉人。迄一年，我考调大学，爱去台北。7岁的迄年，我用病入来保育院。18岁迄年，我用家己的双脚行出去。后来，我做一个老师，也结婚，阁生囝，是2个健康阁可爱的查某囝。我时常转去保育院看阿嬷。虽然伊的身躯愈来愈无好，有时阵甚至连我是啥人也记袂起来。毋过只要我徛踮伊的面前，伊总是甲以前共款，用迄张熟悉佮亲切的笑面甲我看咧，双手甲我抱咧。迄个阿嬷用伊的性命，互我一个新的性命。迄个阿嬷伊本名是马希洛，1914年出世伫美国华盛顿州，21岁入去加州伯克莱大学就读医学预科。40岁迄年，因为伫教会听见来自台湾南投的诚慧牧师分享，开始对埔里基督教医院的医疗工作感觉有兴趣。1959年，迄个阿嬷完成加州护理专科学校学业了后，来到台湾进行医疗传教的工作。过2年转去美国，变卖家产，供养教会募集衫仔和药品，决定将家己的下半世人奉献予台湾。伊大生伫埔里基督教医院工作。1964年进入
中华儿林基督教医院服务。迄当时台湾流行小儿麻痹症，真侪囡仔破病了后无钱通看病，敢若会当伫涂骹爬。儿林基督教医院成立的头一日，就222名的小儿麻痹症的病童前来就医。迄落阿嬷看见真侪囡仔用爬入来病院，心内非常的毋甘，所以就决定专心照顾遮个病童。伫医院创办小儿麻痹儿童保育院，收容病童。想象你家己一直用骹手拍伫涂骹，像狗仔爬来爬去，总是伫别人的骹下面，然后忽然甲其他四周围的人共款会当徛起来行，无过遐尼甲人无共款，会当骄傲，甲头仰起来，胸坎直直，毋免阁用额头来仰望，就通看到别人目睭，甲人沟通。一个囡仔不断讲：哦，我真欢喜，我真欢喜，我也是。安尼你咧？阮阿嬷伫1966年写批予庙教会时，清楚描述遮个病童的改变。1970年，小儿麻痹儿童保育院正式改名做喜乐保育院，前后有帮赞400外位的病童。后来，小儿麻痹症逐渐绝迹，阿嬷继续照顾身心障碍的儿童。迄落阿嬷的付出得到各方的肯定。1970年获选做彰化县好人好事代表。1995年得到国家医疗奉献奖。1997年得到内政部选做职业外籍宗教人士。1998年授予台湾省荣誉省民。1999年得到华夏三等奖章。2000年阁被授予知识大寿敬请勋章。2005年阁再得到总统文化奖的太阳奖。迄落阿嬷晚年罹患老年失智症，虽然无法度亲自处理遗物，却还持续关怀儿童，到伫2007年4月26日过身为止。迄落阿嬷的房间挂满伊甲儿童合影的相片，伊常常讲：我上喜意遮个相片，因为因拢是我上界心爱的囡仔。喜乐保育院简史，创办人是马喜乐夫人。1914年9月29日出世伫美国华盛顿州摩西湖畔的一个农场。结婚后，对伊的先生定居伫加州伯克莱。伫民国54年8月，马喜乐来儿林基督教病院成立小儿麻痹儿童保育院，这是喜乐保育院的开始。民国59年9月，脱离儿林基督教医院，迁入伫现在的所在，正式立案定名做彰化县私立基督教喜乐保育院。民国80年9月增建，启智大楼落成，转型收容重度、极重度、多重障碍甲智能障碍的囡仔。民国86年3月，万合婚宴落成，收容15岁以上重度、极重度、多重障碍甲成人、智能障碍以及40岁以上失智的移民。民国91年9月，开办早期医疗服务，3岁到5岁发展迟缓的囡仔。
迄落保养院是伫中华县二林镇中西里二城路7号，服务的对象是3岁到15岁，重度及重度多重障碍甲智能障碍者。迄落保养院的万合分院位置伫二林镇万合里太平路600号，服务的对象是15岁以上重度、极重度多重障碍甲智能障碍，以及40岁以上失智症者。延伸讨论甲学生心得分享。第一，作者阿山伊的外号是甚物？为甚物？第二，厝边的囡仔安怎对待伊？伊的感觉是安怎？第三，阿山家境是安怎？伊互爸母送去倒位收养？第四，请用一句话形容阿山少年的遭遇，阿山安怎面对？换做是你会安怎？第五，故事中迄落阿嬷甲阿山有倒一寡鼓励？第六，倒一句话上互你感动？为甚物？第七，迄落阿嬷为着阿山做倒一寡代志？有倒一件互你是上感动的？第八，你敢有介意迄落阿嬷？你介意伊甚物咧？第九，你希望家己会当甲迄落阿嬷共款帮赞别人无？